大家好，我係原子。啱啱睇完一套新上映嘅港產片《寒戰1994》，令我諗翻起90年代大賊橫行、驚天大案不斷嘅香港黑暗歷史。當時張子強、葉繼歡同埋季炳雄更加被合稱為香港三大賊王，就連香港四大家族當中嘅李嘉誠大仔李澤鉅、新鴻基前主席郭炳湘都曾經淪為綁架案嘅肉心。而喺眾多富豪綁架事件入邊，最曲折離奇嘅莫過於黃德輝案件。喺1983年4月，年約48歲嘅華懋集團主席黃德輝同佢老婆龔如心揸車返工途中，突然被匪徒截擊。當時龔如心被挾持到新界之後獲釋，而黃德輝就被擄走。龔如心喺短短幾日內俾咗過千萬美元巨額贖金嚟拯救老公。最後黃德輝脫險，警方成功破案拘捕綁匪。點知7年之後噩夢重演，喺1990年4月，黃德輝喺跑馬地揸車返屋企嘅時候再被捉走。今次綁匪高調要求10億美元贖金。呢場震驚全港嘅綁架行動籌備咗5年，涉及香港黑社會、大圈幫、台灣特務同埋地下錢莊等。從來都唔露面嘅幕後主腦之一，竟然係退休警長鍾維正。佢研究咗1983年黃德輝綁架案綁匪手法嘅漏洞，策劃咗呢場更精密嘅行動。當時謠言滿天飛，喺失蹤8個月之後，有報章曾經傳出黃德輝獲釋放嘅消息。不過警方否認傳聞，而龔如心先後俾咗超過2億港幣贖金，但呢一次老公就再冇翻過嚟。喺案發之後，有綁匪潛逃到大陸同埋台灣，三地警方先後拘捕咗16個男女疑犯。有疑犯供稱，黃德輝曾經被收埋喺一隻漁船上，綁匪喺公海遇上巡邏船，因為好驚，所以將佢拋咗落海。後嚟涉案人士分別喺香港、台灣同埋大陸受審，多人罪成入獄。當時香港法官更加形容呢單案件係全球最惡劣嘅綁架案。不過據報道，主謀之一嘅退休警長鍾維正逃過法網，佢潛逃泰國，改名換姓，直到85歲先至喺當地去世。由於黃德輝嘅屍首至今都未被揾翻，冇辦法確定死亡時間、地點同埋原因，成為咗一宗懸案。為咗處理巨額遺產繼承問題，喺1999年9月，香港法院正式宣布佢喺法律上死亡。多年嚟，除咗龔如心曾經多次公開表示深信老公仲在生，亦有傳言指佢喺逃脫嘅時候受傷失憶，淪為流浪漢，甚至曾經有人質疑龔如心係唔係幕後黑手。但呢啲講法都缺乏實質證據。唯一可以肯定嘅係，呢個100億身家地產大亨留低嘅，除咗失蹤謎團，仲有日後一場轟動全城嘅豪門爭產風波。